米农气候常年温和，地下水源丰沛的地方，除了有高雄米仓之称，更有烟叶王国之誉，在当年是美浓客家庄最重要的经济产物，不但增加了就业机会，并且构成了劳力分工的特殊人际关系。在美浓，家里有几栋烟楼，就是拥有多少财富。哦，一個引流嗬，要40人嘅歷史嗬。一個條拜嗬，唔係用火烤嘅，係咧就會用晾乾嘅嗬，因為倉庫加引流晾乾。後來嗬，一個我講台版式嘅引流啦嗬，一個嗬，一個用小火嘅，條拜用小炒嘅，小炒嘅時間就直接一個門都嚟關嗬。後來又發展過地方飲食嗬，設計一種小油嘅，亦都用一個小油，想到一個空一個地方啊，小油。時代不斷的進步，煙樓的改良更是大有學問。這棟高2層樓的紅磚樓，其實就是一個超級大烤箱，糯米加泥土做成砌磚，前輩說是最好的保溫建料。位置、大小、角度都需要更精密計算的熱導管。就跟現代烤箱裡的電熱管一樣，甚至熱度更均勻。屋頂上的天窗是重要的調節孔，煙葉的乾濕程度就從這裡控制。在沒有電力的時代，客家人的老祖先就以人力和智慧創造了最原始的產業科技。以前引流巡演呢7年，就七年啊，第8度40人都可以是。伊生活到72度，里邊嘅那個溫度哈，伊個溫度都會控制人嘅免疫，控制人溫度。如果是要嚟抽嚟看，哦，一個可能太大太高，要控制下溫度咁樣。所以大家3忙嘅時間都大家輪流，哈。巡演嘅時間哈，一個演咧哈都用頭擺用砍起來哈，用索嘅嚟砍嚟刮起來，刮慢慢哈，一個要爬上去哈。頭擺兒童，婦女哈，日日佢失忙，想同要掛，想同按個腳卡卡，想同白上去做事啊。如今田間已經廢棄的煙樓四處可見，但是那曾經與客家人息息相關的煙樓，卻怎樣也沒辦法和這塊土地分割。煙樓已成為一種客家文化傳承的歷史性建築。人呢哈就越來越少，變成人流就冇去再用，後來人流就搬機械化電腦代替嘅，後來我就想講也人流冇去用過弄下，都跟人流重新的利用。總太狗帶着自己喜愛的陶藝回到家鄉，燻煙裊裊的年代，雖然只剩下小時候模糊的記憶，可是他知道結合陶藝和客家美食，他可以為煙樓延續生命。因為講保留安尼米農嘅東西，米農嘅特色，伊本身都一個有30-40年嘅一個產業文化，跟咧農家嘅經濟生活文化就咱們相關哈，不是我想法突然呢，該引流我要用做引流，去做拿來做文化產業的介紹，去一個突然做招待人客人客佢也吃一個引流我就將來都拿來做學生嘅通鋪嘅哈。位在煙田旁的煙樓是美濃鎮上重要的景觀，煙樓改建還在持續進行中，就讓我們期待一種新生命的客家文化誕生。